喺19世紀嘅大航海時代，桃園到台中之間嘅一段台三線，一直都係台灣通向全世界最重要嘅神經命脈。喺當時全球市場上，樟腦到茶米將有壟斷性地位嘅國際商品。由於喺神秘之處無煙火藥、水漉漉、大片燃料嘅產出，還卡係世界一等嘅。喺台三線上，為到製造和運輸樟腦來形成嘅裝置線路，還卡神秘後台客家子孫移民開墾嘅重要道路。一條萬發嘅公路，喺台灣嘅歷史上，唔但僅僅係創造全球貿易動態嘅財富。喺1895年，還是發生過當今最大型規模嘅保台戰爭，佢係擊敗台灣人集體對抗外來入侵。歷史上最重要嘅事情，做得講都發生喺呀。也為係景，也為係紀念，也為係成長狀態復興嘅開始。浪漫台三線總長150公里，跨越了桃園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，去到台灣國家發展嘅總體視野構圖上，浪漫台三線規劃嘅歷史、人文、和產業三大發展主線。喺人文發展上，文學代表有吳濁流、詹炳、梁延忠、鍾肇政、李翹、吳思仁、吐蕃方格列島。喺音樂上，對聽以前到陳雲濤世代傳承。我係蔣阿信先生嘅孫女。在50年前，我嘅阿公佢勝利失敗破產，所以我就參加空手到台北去顛沛流離50年。我就冇想到有一日我就做得轉到自家嘅故鄉，我就轉到北部來，希望北部做得變得很好。未來我就對讓劉講，我就頭擺嘅故事、留下嘅故事，還有北部後生人未來嘅故事。喺其中，復興浪漫台三線歷史程度，成為一條公路鐵路長城計劃度最重要嘅核心關鍵。邏輯理論裡面有一個講啦，邊緣和中心的客戶呢交換，因為交換來在那裡有個反抗，係從反抗切割開始，拼命嘅騙人的反抗，只有一條路切割嚟做，冇唔知嘅切割嚟做，我付出代價，用超強烈嘅一個行動，不但係捱嘅人，像係強壓數在內嘅一片呀，以命壓嘅付出得到救出來。1895年的乙未戰爭是在台灣抗日史上很悲壯而且很重要的一頁。我們在桃園的公16、17這兩塊公園基地，那未來會呈現乙未戰爭的一個真實的一個呈現。都設計一隻竹東嘅音樂村主要的想法係來自一隻就是和談。對也圓形嘅劇場，另外就係戲棚，竹東也就係嘅客家山歌嘅傳統非常嘅有歷史。竹北六甲同時存在過去都市快速發展嘅過程地步度，可不容易被保存下來。希望透過人力嘅改造，做得重新建立都市人龍水嘅關係。
本园里的下一代人做得用心的去经营亚杂水环境。茶故事园区这个案子，我们主要这样的一个设计概念就是客家人的民族性，就是以天为尊。我们希望我们设计的建筑物都是以地景的方式来做一个设计。我们的入口处是一个斜坡，缓缓的走到大约8米左右。那它是有一个8米挑高、30米宽的一个天光大厅，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空。那就是比较像是一个走到一个比较仪式性、比较是神圣性的一个空间，让象征的对天的尊敬。以福建台三线尘土的历史做起点，再一步一步融入在地人文、留特色产业的内容来规划建设，将一地跨越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实验室150公里十分占地的风景，层层嘅连接起来。大家好，我係吳振明。我呢個空間我來了東西，其實啊，我呢希望講用大家來聊東西嘅事情。我也希望講啊，用我本人來了解到，來東西時的來聊，也可以做一些慢活的動作。慢慢啊，我都開始發展出有一隻太南部調查團，呢個團體都係我自家自發性來做嘅。我係希望講啊，讓老人家跟我後生共下來做調查嘅動作。希望講呢個調查嘅動作呢，係是來了解自家故鄉嘅人文地產景。那我希望講吼，呢道能量係到處每時的發展出太南部自家嘅特色。關係係個東江的客家小鎮啊，哈！我在10年前轉到家鄉來，哈，從事了很多社區營造的工作，哈。香港我都要做咗很多兩江啦，哈，兩江該本來立咧，哈，我都容易搭起來，哈。然後另一邊都一個東江的會所，我哋咩要做嘅很多石板工人，哈。有到老屋嘅拆下來嘅石板，哈，我哋拿來做隻工人出來，哈，變到一個社區的亮點。有整理等都會骨頭啦，哈，本大家一下，所以咧喺關係很多個地方創生的嗰種氛圍，哈，慢慢就起來咧啦，哈。好，咩希望你冇俾有機會咩做轉來家鄉來服務，咁係最大嘅希望。故說，對地方社區需求開始。對下輩生建出來有穩妥嘅推動，本市嘅演示大概鄉鎮區充分發揮地方特色，上來產業嘅建築，本後生人都做得轉來故鄉生活，繁榮地方。其實我轉到自家嘅故鄉，用自家一種生活嘅方式，本大家喺自家看到講，有兩種辦法做得轉到自家嘅故鄉去做一種。投入過一種生活咧，係我可以給屬樣最大的願望啊！我覺得我的生活裡面有書有家人，我就覺得生活很踏實。那我也希望透過自身的實踐，讓許多人知道，就是生活有很多可能性，然後人生不是只有一種選擇。對於高雄生人做得了解自家嘅家鄉，做自家有興趣嘅事情，感覺到係一件非常幸福嘅事。所以，要做創新，要做品牌，要繞牆很好多的生人到台灣兩個山城地帶。我們希望在12寮這個客家莊找回身為人的價值。那我們從免費生活圈開始做起，從食衣住行娛樂，從食物森林到共識廚房、創客基地、搭便車到免費商店。我們希望用不同的生活模式的展現，讓更多人可以看到這件事情不是只有在台三線發生，也能夠複製到全世界。櫻花在好客在一起已經第3年了，和學校的學童呢一起用說故事的方式，然後來介紹南莊，就是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呢，然後呢讓他們知道說這邊有他們的故事，他們的家鄉。因為這個就是我生長的地方，對這個環境的態度就是沒有一個人可以逃過這個環境而沒有責任的。在3年前呢，我跟唐丫，我們從台北呢，終於可以返鄉來定居了。然後呢，在經營我們的園區，就是按照友善、安全、無阻的環境去照顧我們的周遭的整個的環境。
希望进一步促进台湾城乡老企业均衡适性的发展，也一条充满台湾历史骄傲的情感记忆，承载着客家超过几下百年的世代传承。第二里，有人把文学写下来，有人把工艺传下去，有人勇敢提出来捍卫尊严。头摆，一位本台湾太湖亮相全世界。以下，浪漫台上线将用汉卡深刻的文艺复兴，创成几下百年以上的历史尘土。本业的土地的骄傲，是汉卡好的未来，延续集锦，世代传承。高山中转来。本茶抢转来，老年喊转来，本家献起来，本人归来，浪漫台上线。